大家好，我係 Cici 姐。今日咧同大家傾下一單喺香港名利場入邊咧，可以話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經典秘聞啦。呢單嘢唔係普通娛樂圈啲小明星爭上位、炒緋聞咁簡單，而係牽涉到香港真正嘅老錢家族，一個喺政商界呼風喚雨嘅銀行教父，同一位頂級名媛之間，因為一對擺錯位嘅繡花拖鞋，差啲搞到半壁江山大地震嘅故事。你哋平時睇電視或者睇電影，成日見到啲有錢佬點樣隻手遮天，覺得佢哋做嘢實係滴水不漏啦。但係圈內人都知，越係企得高嘅人，跌落神壇嗰一刻，往往就係因為一啲你同我都估唔到嘅微細破綻。咁大家試下將個畫面拉返去千禧年代初期嘅巴黎，嗰陣時嘅巴黎啱啱入秋，香榭麗舍大道兩邊啲樹葉開始轉黃，空氣入邊都瀰漫住一種好慵懶、好浪漫嘅氣息。喺巴黎最頂級、最奢華嘅一間5星級酒店入邊，長長嘅走廊鋪住厚厚嘅羊毛地氈，踩落去係完全冇聲嘅。凌晨3點幾，成層樓靜到連條針跌落地下都聽得見噶啦。就喺其中一間總統套房嘅古董木門外邊，靜靜咁擺放住一對極之精緻、手工非常考究嘅男裝繡花拖鞋。呢對鞋咧唔係普通酒店提供嗰啲平價毛巾拖鞋，而係真絲面，上面繡住獨特圖案，明眼人一睇就知係專人度身訂造嘅私人物品。喺歐洲嗰啲老牌奢華酒店，一直都有一個由19世紀流傳落嚟嘅傳統，就係啲貴族同埋上流社會嘅紳士，臨瞓前會將自己對鞋擺喺房門外面，等酒店嘅專屬管家或者鞋盒喺半夜靜靜雞攞去擦靚佢，或者做保養。等第二朝早咧，一擘大眼出門口嗰陣咧，對鞋又係閃閃發光嘅。呢個係一種身份嘅象徵，亦都係一種對歐洲舊派生活方式嘅迷信同執着。但係呢位擺低對繡花拖鞋嘅大人物，萬萬都諗唔到呢個自以為充滿品味同埋隱秘嘅舉動，竟然成為咗香港八卦雜誌史上最轟動嘅一張封面上。我一下閃光燈喺昏暗嘅走廊入邊着起嗰陣，其實已經預示住一場完美嘅公關風暴即將喺萬里之外嘅香港中環爆發。而呢對鞋嘅主人呢，正正就係當時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東亞銀行主席，被外界視為香港真正第一望族掌舵人嘅李國寶。而房入邊嗰位，並唔係李太，而係當時喺香港社交界極度活躍、打扮永遠行喺潮流尖端嘅名媛潘日。一個係掌握住香港經濟命脈嘅金融界大佬，一個係穿梭喺各大舞會嘅名流。兩個人喺巴黎浪漫度春宵，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結果就敗喺一對鞋手上。要講清楚呢個瓜點解當年會震懾全個香港，我哋就必須要好似剝洋蔥咁，一層一層咁講下李國寶同埋佢背後個李佩才家族到底有幾猛料。而家啲後生仔上網睇八卦，成日開口埋口就話邊個富二代好有錢，邊個女星嫁入豪門。其實喺李氏家族面前，嗰啲所謂嘅豪門隨時只係暴發戶。你哋諗深一層，香港真正嘅四大世家根本唔係而家地產界嗰四大地產商，而係喺香港開埠初期已經霸佔住華人商界頂點嘅何羅利李四大猛人。李國寶嘅曾祖父李石頻19世紀已經由廣東落嚟香港，一開始係做啲好草根嘅生計，但係佢眼光獨到，睇中咗香港人要食飯呢個最基本嘅需求，於是開始搞大米生意。佢唔單止由越南大量入口大米，仲叻到連運輸船隊都買埋，自己控制晒成條供應鏈，掌握咗糧食啦，就等於掌握咗當時香港華人嘅命脈，財富就咁樣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啊！到咗20世紀初，李家已經唔滿足於只係做買辦同貿易，佢哋見到香港啲外資銀行根本睇唔起華人商戶，覺得華人唔夠可靠，借錢手續又繁複，而傳統嗰啲中式錢莊又唔夠現代化。咁於是咧，李國寶個阿爺嗰代咧，就聯同其他嘅華商咧，喺1918年咧創立咗東亞銀行。東亞銀行一出世咧，就係打住服務華人嘅旗號，彌補咗外資銀行同錢莊之間嗰個巨大嘅真空地帶。呢個咧就係李家能夠屹立香港百年不倒嘅最強大根基。你哋試下諗下，由1918年到而家，
經歷過幾多次世界大戰、金融風暴、擠提危機，東亞銀行依然可以穩坐華資銀行嘅龍頭位置。呢啲絕對唔係單靠運氣，而係家族一代傳一代嗰種極度精密，甚至乎可以話係冷酷無情嘅精英教育同埋權力佈局。李國寶就喺一個咁樣嘅超級世家入邊，含住金鎖匙出世嘅第三代大少爺。佢1939年咧喺倫敦出世，自細接受嘅就係最頂級嘅英國傳統貴族教育。佢去劍橋大學讀經濟同法律，呢個跨學科嘅背景，令到佢唔單止識得計數，仲識得玩弄法遵同埋監管條例。呢啲技能喺日後嘅金融界簡直係攞正牌嘅殺人武器。講個好搞笑嘅小插曲俾大家聽，你以為富家子弟去到劍橋就淨係識得飲紅酒開派對？李國寶當年喺劍橋竟然做起咗二手單車嘅生意。佢睇準咗啲新生入學一定要買單車代步，而畢業生走嗰陣，啲單車又賤價賣翻出去，中間有巨大嘅差價。佢揾埋啲宿舍體跟做線人，低價收購舊車，翻新之後再用學長嘅身份高價賣俾啲懵懂無知嘅新生。一個20歲出頭嘅公子哥兒，已經識得利用呢一個信息差、人脈網絡同埋身份包裝去賺第一桶金。呢種天生嘅商人觸覺，同埋嗰種將一切資源變現嘅狼性啦，其實早就深深咁刻咗喺佢嘅骨入邊。講到呢度啦，大家應該開始明點解當年巴黎嗰單嘢爆出嚟嗰陣，成個報館嘅老總都嚇到飆冷汗。呢單嘢當年報館都唔敢寫，而家講出嚟，全靠大家個熱推保住條片。如果覺得詩詩姐爆料夠堅，唔該大大力撳落去，等演算法推爆佢，我即刻繼續同大家深挖落去。好，講返巴黎嗰晚，大家係咪好奇怪啦？巴黎咁大，5星級酒店咁多，點解香港啲狗仔隊會無啦啦識得飛去法國，仲要準確無誤咁捕捉到李國寶房門外嗰對繡花拖鞋啊？好多人以為狗仔隊淨係識得喺蘭桂坊啲酒吧門口槍坑，或者揸住架爛鬼客貨車喺西貢啲隱秘別墅外面餵蚊。其實去到頂級娛樂記者同埋正經狗仔隊呢個層次咧，玩法完全係另一個世界。我哋成日喺網上見到好多後生仔留言話咧，以為以前啲大佬玩得好隱蔽啦，覺得佢哋做保密功夫一定好足。其實你哋諗深一層，圈內人都知，真正出賣你嘅，往往就係你身邊最唔起眼嗰啲人。我哋傳媒界有一條極度龐大而且深不見底嘅線人網絡。你以為明星富豪嘅行程係絕對機密，其實由佢哋幫襯開嗰個星級化妝師，跟出跟入幫手拎手袋嘅貼身助手、保姆車個司機，以至到航空公司嘅地勤酒店大堂嗰個望落好有禮貌嘅經理，隨時隨地都係我哋報館嘅兼職線人。咁嗰次巴黎事件，我而家可以好肯定咁話俾大家聽，絕對唔係狗仔隊行過街撞到咁簡單。當年我哋收風係有線人直接由香港打長途電話去編輯部報料，之後報館咧即刻批咗一筆龐大嘅採訪費啦，連夜買機票派咗最精銳嘅2支狗仔隊飛去巴黎。去到當地，你以為可以直接衝上去影相？錯晒。法國啲高級酒店保安嚴密到你行近報台都有人問你攞房卡。呢個時候現金交易就出場啦。喺酒店後巷嗰個用嚟掉垃圾嘅暗角位，或者係後樓梯嗰啲閉路電視影唔到嘅盲區，我哋嘅狗仔隊同酒店內部嘅線人，可能係一個清潔阿姐，或者係負責送餐嘅侍應，進行咗一次極度迅速嘅現金交收。一沓厚厚嘅歐羅塞入對方個圍裙袋入面，換嚟嘅就係一個精確到邊一層邊一間房同埋目標人物幾點鐘會返房嘅致命情報。當狗仔隊摸上嗰層樓，成條走廊靜到死寂一樣，攝影師連呼吸都唔敢大聲，因為一有少少聲響咧，房入邊嘅保鏢或者本人就會察覺。就喺呢個千鈞一髮嘅時候啦，攝影師隻眼透過相機個觀景器，捕捉到擺喺房門口嗰對繡花拖鞋，嗰一下閃光燈嘅微弱亮光喺舊時代黑房沖晒菲林嗰陣，慢慢浮現出嚟嘅，唔單止係一對鞋，而係一個震驚全港嘅驚天猛料。對鞋上面嗰啲特定圖案，加上後來查出嚟嘅出入境記錄，完美咁將李國寶同潘拉鎖定喺同一間酒店、同一個時間，
喺呢張相咧一見報咧，全香港譁然啦。大家要知道啦，李國寶當時嘅身份咧敏感到極點，佢唔單止係東亞銀行嘅揸 fit 人啦，佢仲係代表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行政會議成員。佢嘅一言一行，隨時影響住幾百億資金嘅流向，甚至乎係香港政府嘅政策制定。而潘溺呢，佢係社交界出晒名嘅名媛，平時着衫極度有品味，出席親啲波場都係全場嘅焦點。兩個人都係有頭有面有家室嘅人。呢張相一出，東亞銀行嘅公關部簡直係經歷咗一場史詩級嘅災難。平時如果係啲明星仔出軌，俾人影到攬女，經理人公司第一時間就係出聲明，或者開記者會喊苦喊忽道歉，再唔係就用啲咩大家只係普通朋友了解中呢啲廢話去轉移視線。但係面對住李國寶呢種超級權貴，公關公司 PR 發聲明嗰陣嘅字眼背後牽涉嘅法律考量同埋文字遊戲，係去到一個字字千金嘅地步。東亞嘅 PR 團隊當時選擇咗一個最高傲，亦都係最無可奈何嘅策略，全面封閉，無可奉告。你哋知唔知，其實當報館準備爆呢單料之前，通常會有個潛規則，就係會打個電話去當事人個辦公室，問下佢有冇回應。有啲富豪咧，如果真係驚咧，分分鐘會半夜急 call 頂級公關啦，開出天價要求，報館抽起篇報道。但係李國寶冇咁做。佢嗰種源自英國貴族教育嘅傲慢，令佢覺得自己冇需要向普羅大眾解釋私生活。佢採取嘅係一種你講你嘅，我過我嘅生活嘅態度。但係就算佢表面上再點樣扮鎮定，呢單醜聞對佢嘅形象依然造成咗不可挽回嘅打擊。尤其係網上啲討論區，啲食瓜群眾食得唔知幾過癮。有啲人就抽水話啊，原來銀行家嘅浪漫就係擺對鞋喺門口，對鞋真係好有品味啦。但係喺商界同埋政界嘅核心圈子入邊，大家睇到嘅卻係另一個危機，一個喺決策上應該係絕對理智、絕對冷靜嘅銀行家，竟然咧會為咗一段婚外情，為咗一刻嘅浪漫而犯下一個咁低級嘅錯誤。如果連自己嘅行蹤同私隱都保護唔到，咁佢又點樣保護銀行幾十萬客戶嘅資產同機密？呢種信任危機先至係最攞命嘅。最慘嘅係福無從治，禍不單行。就喺呢單繡花鞋風波慢慢丟淡之際，李國寶又捲入咗另一場更加致命嘅風暴——道瓊斯內幕交易案。2007年，佢作為道瓊斯公司嘅董事，喺提早得知新聞集團想收購道瓊斯嘅機密消息之後，竟然喺一次飛去上海嘅私人飛機上面啦，將呢個消息泄露咗俾佢嘅密友梁孔德，即係前立法會議員梁劉柔芬個老公。結果梁孔德一家瘋狂買入道瓊斯股票，賺咗幾千萬。呢單嘢驚動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查到水落石出，李國寶最後要被逼賠錢和解，仲因為咁而黯然辭去行政會議成員嘅職務。由巴黎嘅繡花鞋到私人飛機上嘅機密洩露，呢兩單嘢其實一脈相承，反映出一個權力膨脹到極點嘅人物開始對自己嘅行為失去咗應有嘅敬畏之心。佢以為自己可以凌駕於遊戲規則之上，以為傳媒嘅鎂光燈同埋監管機構嘅法眼永遠都追唔上佢嘅步伐。但事實證明咧，喺名利場呢個巨大嘅絞肉機面前咧，冇人可以永遠全身而退。事過境遷，而家回望翻呢段歷史咧，真係令人咧有好多唏噓咯。潘蜜咧依然係社交界嘅傳奇，而李國寶雖然經歷咗咁多風風雨雨，甚至喺2008年仲要面對東亞銀行俾人惡意造謠引發嘅大擠提，嗰次好彩有李嘉誠突然出手買入東亞股票，力撐老友先至成功穩住陣腳，但係佢最終都係捱過咗個。佢一直做東亞銀行嘅掌舵人，做到80歲先至退落嚟，將個江山交俾兩個仔。呢個就係資本世界最真實、最殘酷嘅一面。如果今日犯錯嘅係一個普通嘅娛樂圈小生、花旦出單咁嘅醜聞，一早已經俾電視台雪藏，俾經理人公司解約，要賠天價違約金，從此喺娛樂圈消失，獨自喺 canteen 食飯咧，連個落寞背影都冇人理。
但係對於李國寶呢種手握重金、背後有過百年家族根基支撐嘅超級大亨嚟講，醜聞只係佢漫長人生履歷上面嘅一條小花痕。老百姓食完花生、笑完對拖鞋之後，第二日依然要乖乖咁去東亞銀行供樓入錢。資本嘅力量足以將所有道德嘅譴責同埋公眾嘅嘲笑慢慢消化撫平。好啦，今日嘅料咧就爆到呢度。聽完李國寶同潘立呢單巴黎秘史，大家係咪對香港啲超級豪門有咗一個全新嘅認識呢？其實喺呢啲古董木門背後，喺啲私人會所嘅 VIP 房入邊，每一日都上演緊無數比電影更加荒誕、更加現實嘅利益交換同埋感情糾葛。如果你哋中意聽詩詩姐講呢啲原汁原味嘅香港往事，記得俾個熱推，訂閱我個頻道，留言話我知你哋下集想聽邊個大人物嘅黑歷史。我係詩詩姐，我哋下集見，拜拜。